首席快樂官協會 Chief Happiness Officer Association 成立於2021年，由孫美妮女士所創辦，並邀請超過20位工商界領袖擔任顧問。協會以推動快樂文化為使命，致力推動以人為本嘅職場文化，提升員工幸福感，釋放企業潛能，為香港注入更多正能量同競爭力。4年間，協會已經舉辦超過70項活動，服務超過6萬人次，讓快樂文化從理念走進企業實踐。焦點項目包括首席快樂官欣賞大獎，表揚推動快樂文化嘅傑出企業同領袖。踏入第5年，已經超過120間企業獲得嘉許。2024年，協會更加首度推出首席快樂官企業嘉許標誌計劃，表揚持續推動快樂文化嘅優秀企業。今年更加聯同和富社企合辦幸福校園嘉許計劃，邀請近20位教育界翹楚擔任顧問，讓幸福文化由校園伸展至社會。協會亦都喺舊年首度衝出香港，喺佛山同澳門舉辦首席快樂官文化研學遊，帶領人力資源翹楚同企業家走訪大灣區傑出企業，交流快樂文化實踐經驗。此外，協會為超過40間企業提供培訓課程，包括 The Box Experience、設計思維工作坊等等，並聯同策略性合作夥伴推出創新員工福利及數碼轉型計劃。喺各界嘅支持下，首席快樂官運動已經成為香港職場文化嘅重要力量。未來協會將繼續以創新為核心，連結企業、學界同社會各界，共同說好香港快樂故事。